给大家解说一节拆解爆款视频。首先，我们进去软件里面的时候，一句话生成创意大作，然后按下面的蓝色格子，看到 AI 生成提示词。再按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一键拆解爆款视频，然后进到去，我们再把我们喜欢的影片导入进去。当导入进去，我们再提取它本身的提示词。现在我的影片已经导入了进去，我想拿它的提示词出来，成为我的本身的广告。然后等待它出来的提示词的时候，我就再按下面的确认了过后，它会自动转向一句话生成大作里面，然后我再看清楚那个提示词是不是有任何的错误。如果没有任何错误，我就把它生成10秒钟的短视频，成为我的广告。因此，我就按10秒再去生成。大家请看看我的生成视频是如何。